縱使特朗普反覆嘅關稅外交陰霾仍然喺度，但喺弱美元之下，熱錢不斷咁流入，拆息亦連番下挫，對樓市嚟講亦都係一個提振。從5月份嘅股價表現分析嚟睇，綜合物業估價量按月上升大約14.9%，亦都較上年同期增加6.4%。相信息口嘅回落係其中一個主要刺激嘅因素。咁當中買賣成交股價亦都按月增加10.7%，不論係一手、二手嘅成交文價都錄得增長。到價比率輕微下跌0.5個百分點，依然喺窄幅徘徊。但預期樓市 U 型調整已經見底，隨住樓價漸漸咁靠穩，相信叫價同股價之間嘅差距會喺下半年逐步得到改善。一如上個月嘅預期，交投活動的確係出現一啲嘅放緩嘅。咁但係隨住更多嘅新盤揾到開價嘅方向，加上息口嘅因素利好，同埋租金嘅抽升所帶動，將會有助延續上個月唔錯嘅樓市氣氛。尤其喺細價樓區間方面，應該更加吃香。